新闻开始来看 Costco 即前卖有 A 型肝炎病毒污染的男婴，今仔又搁传出讲对美国进口的起司，嘛验出讲有一级致癌物环氧乙烷超标哦，这批货部分嘛已经卖出去了。消息是表示讲，这款综合包装的起司计共是有2000多包，卖出94包，嘛已经要求 Costco 马上回收。在这边呼吁所有的我们的消费者，如果你有在后市场有买到好事多公司输入的美国 Sonoma 精选干肉综合包，它的效期是在2023年10月19号。那这个产品我们就请消费者立即做退回到好事多公司的动作，不要再使用了。消息表示，伫8月初7暗时对边境抽验这批货，美国进口的起司，加工高雄市卫生局就去 Costco 公司做检查，嘛要求要马上回收。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讲，这批违规的产品已经全部拢毁掉了，买来处罚业者。